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宏觀粵語新聞，我係劉鳳儀。屏東漁船明俊才6號、25號傍晚喺經濟海域捕魚，遭到菲律賓公務船嘅攔檢，甚至差啲被強行拖回。附近嘅海巡署基隆艦接獲通報之後，立刻前往支援，先至令到漁船獲釋。屏東琉球籍漁船明俊才6號、25號傍晚喺經濟海域作業捕魚，估唔到俾菲律賓公務船攔截，登船臨檢，攞槍對住船上面5名人員，甚至打算強行拖回。好彩外交部同海巡署接獲消息，即刻聯絡附近嘅基隆艦前往馳援。時間返到25號傍晚6點半，當時漁船喺暫定執法線以北4海里嘅地方作業，結果就遭到攔截，位置同前年廣大興案淨係距離53海里。基隆艦7點40分趕到現場，同菲律賓公務船對峙2個幾小時。明俊才6號終於喺深夜10點04分獲釋。台菲海域爭議不斷，有助化解雙方衝突嘅海上執法協議就遲遲尚未簽署。外交部表示今年一定會簽，雙方嘅協商合作機制亦都會繼續推動。總統馬英九對此表達關心，認為南海和平倡議應該加快推動。